歡迎朋友開始前一定要按讚。好，今日就嚟試下一搭深圳嘅無人駕駛的士。好啦，而家又 call 咗，等佢過嚟先。好啦，就終於上車啦。嗰個地點啊，等咗10幾分鐘，但因為係繁忙時間，所以正常。我而家扣安全帶，睇下等你嘅操作係點啦。駕駛仲有安全人員都冇，去轉彎嘅速度都 OK 嘅。好夢幻，好似打機咁。我可以打機嘅啫。佢都開得幾穩，同前車都有一定距離。咁就睇下左邊嘅沿途風景啦。因為佢都係唔過60嘅 ，OK 嘅。我去到呢啲位，佢識減速嘅，即係過馬路嗰啲。哇，其實真係取代司機喎，冇講笑。因為無人駕駛都幾合成嘅，左邊架車啲人咧係睇，個司機位冇人，好似一拍去 U-turn， 後邊有架車，應該讓咗佢先，我估係讓咗佢先，睇下點轉，真係得喎。我去個位倒後，再轉過去，我哋個位係成功嘅。之後就繼續直行。到。請勿打開車門，提前到。如果打開車門呢？車門扶手是在往前推，記得打開車門。呢個係嗰粒掣。今次坐嘅無人的士係小馬自行，我覺得 OK 嘅真係，比佢啲真人駕駛會好。好啦，今次嘅試坐就係呢度，咁下集再見，拜拜。